好，我是 Lisa，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家打完莫德纳跟辉瑞疫苗之后出现的副作用。娃娃 TV。首先呢，在美国打这个新冠疫苗呢是完全免费的，只要你身体没有问题，去预约或者是去排队就可以接种了。而我家呢，刚好这2种疫苗都有人打，我跟我妈妈呢是打莫德纳，而我2个妹妹呢是打辉瑞。所以这一次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在打完这2种疫苗之后呢，各自出现的副作用，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很多人在打完这2种疫苗后常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我这里有一张卡片，是我打完针之后工作人员给我的，上面呢有写一些常见的症状。1呢是打针的手臂会酸痛，2是疲劳，3会头痛，4会关节或者是肌肉痛，5会发冷，6会恶心，7会发烧。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些症状。我们先说第一剂，我跟我2个妹妹呢都是25岁到30岁之间，而我妈妈呢是61岁。那我是听说啦，年纪越轻呢，去打这个疫苗的反应会越严重。那我2个妹妹去打了辉瑞之后呢，她们是只有打针的手臂有一点点酸酸的而已，其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反应。她们没有反应到，我都严重怀疑她们是不是去打到生理食盐水了。而我跟我妈妈去打完莫德纳之后呢，我妈妈也是完全没有什么反应，跟妹妹们一样，也是只有打完的那个手臂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而已。而我呢，是打完针回来的那个下午呢，我打针的那个手臂呢就开始酸肿痛，给我痛了2天，完全就是举不起来的那种状态。我朋友是跟我说啦，打完针之后呢，手要这样子动一动会比较不会痛。但我打之前就没有人告诉我啊，我怎么会知道？那我打之后我就怕我的手如果去动到会不会怎么样，所以我打完回家之后呢，我就把手这样一直放着，尽量不去动到它。结果呢，手就很痛很痛很痛啦。好，那除了酸肿痛之外呢，我还有一点点腹泻的情况，虽然没有很严重了，但我还是软便了2天。好，那我不是说我妹妹她们打完之后完全没有反应吗？其实我大妹妹她打完的那天晚上呢，有出现一个比较奇特的副作用，就是肚子饿啊。她那天下午不知道怎么了，就一直在说她肚子饿，然后一直在找东西吃，吃了一堆东西之后，晚上又嗑了一碗泡面，我都怀疑她是不是被猪附身了。我本来以为她只是在找借口想要吃东西而已。不过后来我在脸书社团发现，也有人说他打完之后也有肚子饿的现象，下面也有一堆人回复说他们也有这种现象，这是打莫德纳跟辉瑞的人都有哦。其实我还是觉得他们是在搞笑，在齁懒啊，怎么可能肚子饿是打完针的副作用之一嘞？人家我跟我妈打完就没有这种检讨啊。好，那第2剂打完之后呢，我大妹妹上车就跟我说她手开始痛了，而且好像还有一点点头晕的现象，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就换我开车载他们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出现疲倦的现象。晚上呢，我小妹妹也开始出现了头晕的现象。不过睡了一觉起来，2个人又活蹦乱跳，一点事都没有了。而我打完第2剂回家后的第3个小时呢，我打针的这个手臂呢就开始出现了酸肿痛的情况。我打第1针的时候呢，是晚上才开始出现微微的痛，没想到第2针的症状来得这么快。不过我这次打完之后呢，我是有活动我的手臂的哦，不过它还是很痛啊，所以我严重怀疑我朋友是不是骗我，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动得不够多啦。然后腹泻也是来得很快，我回家之后差不多1-2个小时我就开始腹泻了。打完那天我大概拉了3-4次，隔天我也大概拉了2-3次，我一共软便了4天才好。那其他我还有发冷啊，全身酸痛啊，疲倦啊，还有一点点的恶心想吐。不过这些症状呢，都在第3天几乎就全部消失了。对了，我打完第2剂的那天呢，也出现了肚子饿的情况，一直在找东西吃。我这次才知道，原来那些人说会肚子饿是真的。好，结果7个常见症状呢，我出现了5个，再加上腹泻跟肚子饿，所以我一共也是出现了7个症状。好，那我妈呢，也是回家之后的那个下午，她打针的手臂开始出现疼痛感。那隔天呢，也是跟我一样开始出现全身酸痛的现象。那我们这种痛呢，是痛到连骨头都在痛哦。那除此之外呢，她就没有什么其他症状了。所以这真的证明呢，年轻人症状呢会比老年人来的严重一点。好，那打完针呢要多喝水。那
打针的手臂呢，能动的话呢，就尽量多动一点。那其实我还有一个秘诀想要分享给大家啦。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手臂很痛嘛，但我发现如果你压着它睡的话呢，会比较不痛，而且早上起来呢会比较好一点哦。这其实是我朋友告诉我的，但我一直半信半疑，一直到我试了之后才发现真的有效，推荐给大家试试看哦。哦，对了，我要再补充一下。就是我有听说，如果每天都有在吃维他命的话，那打针之后的副作用呢就不会这么大。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啦，但我家从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呢，就每天坚持都吃维他命。我们是吃 C、D、E 啦 ，C 跟 E 呢可以增强免疫力，那D 呢，基本上是可以透过太阳来补充的，但因为我们都没有在出门嘛，所以呢就吃一点维他命 D 来补充一下啦。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事实上我们打针之后呢，也真的没有出现什么太严重的副作用。我有很多朋友呢，不管是打莫德纳或者是辉瑞呢，都有发烧跟头痛到快要炸掉的一些症状，而这些比较严重一点的症状呢，几乎都是我家没有的。你们看我那2个妹妹打完2针之后呢，几乎都没有什么症状就好了，所以真的说不定是跟我们每天都吃维他命有关系哦，推荐给大家参考看看。台湾应该也快要都可以打疫苗了，大家可以先吃个1-2个月，说不定到时候打疫苗后呢，会跟我们一样比较没有这么多的副作用哦。反正吃维他命可以增强免疫力，比较不会生病，也有益无害嘛。但要提醒大家哦，补充维他命还是适量就好了，过于不及都不太好哦。好啦，希望台湾的疫情呢可以赶快稳定下来，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平安。我是 Lisa，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帮我一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的会员制度也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另外呢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 follow 按一下赞哦。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拜拜。